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互相来开讲一个天甲人中间互相关系比拼的俗语话。讲这个天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咱所看袂到伟大的力量，伫咧甲咱吹败。毋则天甲人中间的俗语几落句。头一句咱来讲，农业时代有真侪迄个做爸母的，一生就是10外个。当囡仔吼，咱有法度甲生啦。你讲要看顾甲偌功夫，总是不比即马厝内3个2个囡仔，送幼儿园，包含讲带去小学，拢老爸老母亲身一个伫咧顶对。啊，早前哪有10外个兄弟姊妹呢？毋则讲真侪遮个爸啊、姆啊，中老年遮个时代想着过去，我咱会感慨一句话，讲迄当阵吼，爸甲母啊，袂用咧趁钱，啊无啥甲咱照顾着，咱就是天拍天请的啦。这就是国情咧讲信仰的力量。咱心内咧想，天公伯啊，伫咧甲咱照顾，咧甲咱请。这天公伯啊是看袂到、摸袂到，但是咱相信伊一种伟大的力量。啊，这个俗语话民间真济哦。过来，咱来讲第二句，这原来史上咱有在听。顶句讲做人饲人一支骨。下句讲做天饲人肥足足，这嘛互相咧比拼。人有当阵啊袂熬的，因为伟大力量来咧甲咱做对头的时阵，咱安那拍拼都行无路。有当阵时运不济，人要饲人，厝里3、4个囡仔咧饲袂饱，饲甲一支骨。但是换天公伯要甲咱请，互咱搭着机会咧，天饲人真正就肥足足啊！这就是讲伟大力量伫咧甲咱吹败，啊，毋是干来讲顺时的顺咧甲咱照顾，互咱饲甲肥足足，毋是。那当着逆境，更加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持，毋是讲干那民间的信仰传统咧讲即个天公伯啊尔，国情也相信讲信主耶稣，主来弟兄，伊嘛祈祷，遇到困难伊嘛望讲，无论黑暗还是日时。种种恶毒的环境，然后天父咧甲我安排，咧甲我斗过路，咧甲我吹潮，相信讲我毋惊环境的艰难啦。这就是人饲人一支骨啦，天饲人有才调饲甲肥足足。过来，咱来讲第三句，原来天甲人的比拼，这就是讲社会确实就是一款人用无做假，用心计较要共设计，千算万算，一直伫咧动头壳，乌开了要有人跳的，原来有。但是吼，较输啥？千算万算，毋达天一话啦。这个天，就是讲国情头拄啊伫咧说明，有当着咱看袂到伊的力量，但是伊会吹败袂？伊会看顾，会照顾上，无论倒一种宗教的神明，相信拢会看顾有心要行善良、要行正直的路遐的人，毋则讲较土的，就是人害人袂死啦。啊，若天害人，就一话啦。为什么天会去害人？这无可能，除非就是你行颠倒饼、行恶毒的路。毋则台湾的俗语咧讲天甲人的比拼，内容实在真有意思。